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嚟到嚟收聽本嚟學嘅嘅節目。這個禮拜我過嚟做特別是 Clubhouse 嘅 episode，我知道我嚟講 Clubhouse episode，嚟請我人特別嘉賓佢嚟咁樣講，當咁我哋個搬出過嚟，但是講你人啊會參。你學見 Clubhouse 咧，特別去參加佢本嚟學見 .com， 但係你 Clubhouse 嘅一粒誒 menu， 但係有時啲個嚟這邊Clubhouse 咁樣講啫。topics 咩係咩啊？阿玲 topics 係咩到底？嗱係咩 topic？ 繼續講張學友。冇咩事，嗱個 Clubhouse 上面嘅 topic 咧 ，Clubhouse 上面 topic 是 Clubhouse 入邊 topic。music 呢都冇看 app 頂面啊，是跟住 WhatsApp 呢？冇我看不到喎。OK， 我係 music， 然後我係 podcast 啦，然後就落掉音係 podcast， 然後個變形就喎。變形啊，還是係 topic？ 冇變形唔是 topic。Malaysia。可能你看得到呢，我看不到。Maybe so 啦 ，Malaysia 我係 Malaysia。OK， 哎呀，14人 follow 呢，切。OK， save 啦。嗱，當然冇看到咩頂面嘅 topic， 頂面嘅冇呀，跟啊，別人冇看到呀。冇我看不到喎。哦 ，OK， 頂面係咩 topic？就是咯。Maybe start room 嘅人嘅嘢呢？為啥？我就咪看到 interest。啊，有啊。要住做物件，要住做物件，即係講咩 app 同咩 topic 嘅，要住嚟 plus。啊那，你 topic 啊那。哦，所以我冇嘅嗱 moderator 看到先呢。如果係 moderator music 啊 interest 啊 ，maybe 這是 comedy 啦 podcast 啊 ，maybe 這是啷 start 咧就嚟說 ，maybe 這是starting 你開 room 嘅人，開房嘅人嘅看得到，然後出嘅人 after 我 set 咗落嚟看到 interest 呢 ，maybe 成日看啊，誒，這是 replay when on 喎，所以幫關咩幫佢掉嚇搶咗咯。搶起咯！我就接妹不啦，我就開單啊，我就搶咗咯。你一諗慢慢嚟啊 ，OK， 嚟 start 咯。人啊講下一個人啊幾節啊plan 掉做啲物件，你工課就係3季節有哦，8季期嘛。哇！梅艷芳了郭富城actually 是黃飛期咯就。actually 是黃飛啦。哦，這裡是黃飛咯。講你梅艷芳極閃咯，夜過嘅夜晚龍點樣走出嚟？還沒數，講啊！做亂咯。一個間公司嘛，一個咧 hippie 嘅公司，講夜名啦，又別使用梅艷芳上嚟字。哎呦！你哋冇用梅艷芳曬字，用 Anita 嗎？冇啦，希名佢都梅艷芳嘛嘛。還有我哋諗名梅艷芳。希名。如果梅艷芳你上嚟就是 trademark 你別使用嘅。是咩？要即係trademark 一格嘅。印度你是用嘅是14兩啲酷咗樣嘅就話嘅類嘅。cheap 哦。很多嘅 cheap 嗰度。cheap 哦，有 cheap。我忘冇話小英啊。係啦，我話咗咯。男仔都是冇話掉。我是冇話掉。你是唔在電視 start 我就估咗。冇啦，我這裡我拜一個 start 話呢。係咯，佢直整啊。對。我前啦 professional 嘅人嚟對 event 嘅。我就叫我少一件嘅，我出嚟俾我做 professional，按啲食仔經。哦，食仔經。係咪使用？當今啊？你使用咧？係咪意思？冇啊，我出就按啲食出。哦，要 cleaner 嚟啦，誒，你看我係張學友小英舊，我係小英 actually 差唔多像嘅。我唔會看到。啊，唔，你看 BDR 啫，一 post 舊我係差唔多像。OK。對頭邊都是你 mirror 咯。咱上一個時期嘅啦。我唔知係咪似。我係想買一個啲專輯嘅。哦，老是。醒着做夢嘅啥事？聽咗做吧。下次用嘢曉即係晒。講嘅咯。係你吔屎啊你！阿蕉嘅是吔屎啊你！哦，吔屎啦你！一個吔屎啊，即個哇，真好似啊，咯，真肥佬嘅。老。即個就晒。
頂日你寄咧 message 哇什麼事啊？你看到未？complete 係 ring 唔使嗬。哦，我冇你個 start key 啊，我冇你個 start key 就去 work out。你都冇招啊？免啦，我們 sign up 了，我3個月。哦，佢真係我本時有特別我買成我1個月加 join 啦 ，because 我12個月俾啦 baby。我有家己嘅 class 啊，แล้วก็ join 啦，แล้ว家己個 last meals。哎呀，就話地啊 ，OK 啦，即係有。我冇對檢啊，我未有啫喎。不知能夠講係你 Apple Fitness Plus 嘅事。誒，兩位講張學友張學友，然後學嘅話就睇啊，訂學友，學友。哦，訂什麼啊？哦，真哦，唔知調學友啊。學友，調學友，一時我係堂哥咪，一時我係堂哥嚟嘛，唔知咩？堂細，認識啊！我係堂哥嚟嘛？都是變堂哥呀，唔是葉寶咩？佢講。未使上成亂倫，上成咯，別講。因為佢講個bằng個bằng價嗰邊係做嘢冇。冇嘅就係佢哋講咪食碗仔，唔是啲講咪。仔啊，咪 size 啊，碗仔啊咯。嗯。情下咪 pattern 嘅咧碗仔啊，冇情。冇情碗仔。OK，但係我是讓本時張學友嘅即係 super fan，讓我換掉那個小英啦。啊。我哋有基本講聲。了個有，啲人啲企超嚟再話人。係，企超嚟講。誒，問嗰個人，然後時時買黃菜講啦，咩都問冇 intro 黃菜，我哋接執咩啊？酸瓜。哎呦，這放 intro 嘅仔啊，這個嘅了，這是第10條放機嚇，第10期啦。唔知啊。第10期啦，第10期啦，嗬，咁緊張啊！第10期啊，我看第嚇。2021年。勁歌金曲分咗啲啦，現在開始。唔是勁歌金曲，即是變成學嘅。張學友變成學嘅頒獎典禮。20大，張學友20大嘅嘅老歌新歌精選。冇㗎啦，老歌嚟㗎啦。我最喜愛張學友20大。20大啊！檳城福建頒獎典禮即刻開始。做咩檳城福建做咩用廣東話講？唔是佢講福建話咩？唔是佢用福建話咩？嚟 ，Jeffrey 講福建話。嚟。張學友直頭背嚟啊！你哋諗上去按真嘅，好好講話好冇？啊！嚟，我咪就係想諗辦啊，前一禮拜啊，好像一個月之後，一個月之較交往，達禮拜，唔是達禮拜達。兩日到啊，一禮拜。嚇是咩？2禮拜啦。2禮拜你咩？我想講個字。其實2禮拜入面我有幫叫我人無相嘅邊咧福建嘅朋友，個了經10條，伊人自家聽誒，即個調學友。調學友嘅歌。學聲一學嗎？學啊，訂學友嘅歌，了是經10條人自家聽咯，了棒啊！不相咩，往時不相接，不相咩棒。有當今呢，南西是幫歌咯，阿玲冇幫歌咯，阿龍佢冇幫哦，阿龍冇啊，點知阿龍是參白人。我幫㗎。我阿龍嘅是，伊是我嘅嘉賓。哦，了都個有，所以當今我要看就是嘅起來嘅了啦，有幾個人加入來後人。阿玲，參嘅了啦，參人嘅了啦，有幾人？有就一人submit。31 can 啊！哇，那是講一節放一條啊，一個節都放嘅，一個節嘅放了啊！我有南西做嘅，我一嚟同佢嘛。一啲歡喜就做啫。南西是嚟大豬嘛？我一嚟佢話成日都看啲佢辦嘅就。南西是嚟大豬。看啲佢辦嘅。OK，แล้ว嚟報個就係咱30幾條歌句啊是，咱第一咱是會做韓裝，咱是會幫。咁啊做咧歌，咱個要做韓國，咱講做戲啦，然後甲伊嘅告訴，甲了關係甲即個Jackie Chan 啦。咱講Jackie，咱叫伊Jackie Chan是張學友，是張學友。
咱無人叫佢大學友啦，冇誒，我聽地下友嘅歌啊，我張學友咯，張學友咯，應該張學友咯，學友，我都俾佢識下朋友，張學友，佢哋講嗰隻你有咩聲咁叫嘅嗬？哈哈，學友 ，OK OK， 咁即係咧咁配。我叫張學友。張學友 ，OK，嚟，咱咪實咱講歌先起啦，第一十條裏面第一個人揀嘅歌第10名了，後尾報倒算報到第一名，第一個人揀聽個耳啊聲較低稱，但我諗講係咪耳啊咩嚇耳啊暖？聽個耳啊暖係咪？暖氣嚇，聽個耳啊暖人嚟。第10條係咩零？報就係一個棒嗬，誒唔係講就係棒聲，棒聲歌啊棒聲啊，零棒聲，等陣嚇，第10條是之類。我未曉。最緊要唔是第10啦，而是第9名，因為有這個參加一條相片。哎，哦 ，OK。一大聲啊！一大聲 ，OK。近日夜深相聚，飄起一抹冷漠空氣。在這天，是你事無大小，多麼生氣。誰人亦可知你將別離。其實我唔知呢首歌，別人知哦。只有人知什麼歌哦？我唔知嚇，即係我而家唔知，因為即係較新淡薄了。我是唔知講最熟知嘅歌而家出面。咁會知哦，咁會。較細聲。咁點 ？Bring down，volume。咁點？預備嚟啊！夜歌名嚟。哦。林世傑笑，我就講我制㗎呢個嘢，我唔制掛名啊，佛，我有條。你好好聽嘅歌，乜係實唔制歌名咧？我唔知冇聽過。我唔知，我就是夜讀緊啊！我知道歌唔知乜特別出名嘅歌。咪就係人驚我知道歌。哦，我就是講，這是唔是卡拉 OK 最出名嘅嚇？是唔是卡拉 OK？係碌沙節嚟咯。哦，碌沙節。碌沙節係咩意思？碌沙節，碌沙節碌啊 ，repeat。小碌沙節小氣我講講。哇！伊幾名出邊阮弟弟咒語啊！咩咩歌講過一擺？離開以後。哎呀，我以為是 jazz version 呢。最你嘅好聽，真好聽啊 ！jazz version 就好聽。你放兩波嚟聽下 sample 啫，放嚟聽下。jazz version 啊，jazz version 啊，OK，確定，我雜誌有放予阿涵聽。阿涵你我冇接嚟聽，係咩？阿涵你是自己嘅 Spotify list 嘛嚇？伊家己 Spotify list 係。我隨便掉，我唔知係幾多戲啊。private corner。哦，但係是冇隨到伊，冇帶你到伊嘅book啦。有啊。哦，伊冇。冇，因為南西係冇上 version，伊係冇上 version 過嚟。啊，是。哎，我放了一下，另一邊講，放，別掉去。但是目光躲避，令我可感到你。超領帶，唱 jazz 的超領帶。好。亦領會誰代了當你，拋開苦痛去解脫自己，
讓你那些冷酷熱情另有生機。離開我以後，我會習慣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離開我以後，季節冷的天氣，我也置之不理，如名字也再不記起。離開我以後，我會長留這地，晨早到午夜撲進漆黑想念你。離開我以後，醉了會看到你，夢中方可永久地。因為啷是不是放 music mode？ No switch to music mode 咯。我冇過。哦 ，no， 我冇。但係擺未記嘅。迄聲就歹聽我就。阿咪，大啲嘅人聽到就歹聽。話了。唔是，咱關事啊，咱後面迄事嘛講歹聽。我唔知主要唔知是Jezreel 甲伊拍 band 咯。Jezreel 就喺香港，迄浙江。你敲幾條光冇聽到，我聽到你敲一條呢，困哇！我聽唔知4條，搞4條啦。無聊咯。But anyway， 我特別電話 USB 來呀，啲 kilo Okay, so stereo 了 ，I mean 個 stereo 好，然後再放個到聲哈，看聽得到是 stereo 未？啊 ，yes。嘿，就是就是根本咧那播嘅咁配，是個這條歌 loop 3節，你講？嚇對。Tapi 我冇揀 jazz version，because 伊 jazz version 伊係你 feeling 走嘅了去啊。冇像味素，是唔是？嚇，冇像朗誦，冇像做正。OK 啦 ，OK。伊 private corner 係一個 album 好聽，是講我這條歌較冇屬㗎 jazz 安尼款嘅。我這就屬㗎伊就是亂咯，走興㗎了。不過有時聽個戲啊耐啊，時會聽別行聲。啱，是本。Sorry，所以做咩咯？所以有隻 album 是唱到啲古仔係掛經典嘅掛嘅，有幾句嘛，叫做10個。啊，10個，但不冇聲啦。嗰兩線嘅版本嘛。特別伊部即 private corner 安尼走興。Private corner 係啥物嚟？造型嘅韻別就造型。我現在造型啊！哦，係咪 jazz 嘅韻別啊？冇啦 ，rock 嘅韻別。哦，你韻別。差唔多佢哋，即係嚇死人。我去找韻別你 rock 嘅嚇。你決定啦，你決定。可以決定啊。韻別冇大灣嘅。冇幫你呢數呀？點都冇啊！哦哇！喂，奇怪咧，我 surprise 喎。可能我看人景呢。喂呀，我個裝。冇，如果好，因為阿 John 都係關我執一條嘅數，你話會 fair 嘛？你後面韻別對，後尾一條。Actually 韻別是我係頭一條。selection 吧，比我少佢後尾放，但係不要緊啊，反正我一人景嘅。不要緊，安尼看咪是3個人嘅咯，個另外兩看。OK， 我問你，唱歌比賽唱嘅。第一節。嗱，一唱歌比賽。就是唱歌比賽，哦哇，對。如果唱歌比賽唱。對，你我問你，第一節係一條歌啦嚇。第10條怎麼讓幫你唔知咩離開你，咩不死哈？你離開，不死誒，不死。你在離開以後咧，講咩咩嗎？我離開以後，你會以後我會習慣自己嚇。我其實講離開係無私人嚇嗱。然後這條歌是第10名嘛，擺第10名，還是第9帶啦嚇，第9，另一個一個計上 rank。這條伊嘅 number 是就這咧，有就這人OK，來，另外一條是呢？誒 ，sorry，cheap 票，哦，cheap 票 ，OK，cheap 票嚇
切票 OK， แล้ว所以嗰一條另外一條出嚟人驚放下仔哈一條哈 OK， 即係只聽嘢嘅 opening 嗰隻 start 嘅仔係咪？OK， 求我仔哦。你放淡薄了砍掉快人猜掉。哦，你款啊，阿 John 應該猜未掉咯。我未。OK， 我放可能會猜掉。你頭一秒我本猜未掉。定了。糯苗啊，你款啊。OK。冇可能唔知咯，冇可能唔知嘅事咯，冇可能。我唔知。真係你又冇可嚇？我未好聽到聊嘢。哦，是咩？你看個放個一擺好。repeat。OK。一擺個地啊，因為我就是五個字嚇，我大擺會想啊加一個字減一個字。冇出嚟字嘅，出嚟字。字。哎喲，人 surprise 嘅。我驚話講啦。我冇記伊嘅歌名嘅，其實我就係講是安尼款加一個字減一個字安尼款。OK， 你講啦。大啲 big channel。是個唱看。分數仲要在雨天，是唔是？這是出嚟字嗎？對哦，這是出嚟字嗎？應該是啊。啊，總是你講過嚟字嘅。過嚟字，一睇出俾佢過嚟字。咁配嗰時真係好潮啊都。OK 啦，前猜。OK 啦，分手仲要在雨天。是啊。哦，半秋就是特啲落雨天。對。做咩半秋就是愛啲落雨天？極是嘛，個口啊，梗係淡啊。個水。哦，口咧可能夠吸入咗你物油。一零頭嘅現出嚟。唔是叫條雨傘卡掉一面格水嘅？我冇都記得雨傘聲。你有時攰一隻未當嘅時，啲雨傘之頭呢撲架落路頭家都頭冰過嚟。有慢慢淡。雨中淚奔。個愛有雨傘咩？這是 original 啊 ，original。幾年這是？喲，真係年咯，就講。吹啊咯，等陣去吹。只有人經華語嘅門啊。一香苗。阿 Jason 咯。你說要走的一晚，連連夜雨也知這我不聽過。會使白白跳。會使。那雨天。逃避某段從前，就是這樣你，總要在雨天，人便掛念從前，在燈光抱告別。嗰隻冇聲了。冇聲。有啊。有聲。關車。關車嚇 ，sorry。冇啊，真冇聽到啊。是我一人冇聲咧，嗰時個人冇聲咧。冇，跟他錄呢，你個冇聲啊，大哥。哎呀，死個冇聽到兩個，呢個冇聽到兩個。是你查波走出來？係咪查波？係咪查波？我驚啊！咦，你鬼啊！代會嘢，代。咦，我死個冇聲喎。有聲哦。Maybe 叫 restart 呢個 phone 啊。我有嘛？我有聽到個兩下。這條是個當晚離開以後上票咯，有出票。所以白白地交名。呢啲歌出來嘅時候，一聽就出架咧咯。我就聽個聲音我。冇，I mean 個 album 定到個 album 出來嘅時嘛，即係有隻 album 只真情流都只隻好聽嘅歌都裏邊嘛。是咯。1992年嘅，30年啊嗬，19年啊。哇！classic。即係男仔就去 restart 啲 phone。是咯。這個 album 嗬，真係成個主講嘅嚟看咯，較細聲，放個細聲就冇。真正最好聽嘅歌，像暗戀你啊，同埋我放過另外一個房間嘅是一放嘅，有一個真情流露，有一個有愛得比你深，我同埋冇放嗬，安尼都好。有一個有阿趙景嘅掏錢加油站是個這個 album 嘅。我感覺這 album 是最好聽嘅，依然係這 album 係點啊？啊為 album 嚟講啊。
咁配你電話成日夾我你吹啊！已經一塌入去除咗喎。嚇，當然多聲嚇。陣撳配人你講，唔陣林山你講撳你唔係。你唔是驚撳咩啊 ？OK， 而家我係啊，咪講出嚟啦。冇，一時半 recorder。你本咪是俾撳咗嘅本。OK， add-on，有 hex， 我計搞啊，當然。OK， 這個是92年嘅殺入。92年哇，入9年啊。92年我 Form 5畢業。Form 12年。Form 1嗬。Oh my god， 92年。就是一位。你話你計後面，你計有閃嘅咯。有了呢。未出事啊喂，很難。二年級呢？誒，我出事啊啦，個搖水個咩出事啊？二年級8歲呢？你唔少落去啊，後邊出咯。嘢嚟㗎佬，吔屎啊你！6歲，阿蕉咁樣好啊咧，就使咁樣歲。阿平衡嘅嘛，平衡嘅 balance。林晒端嚟啊，林晒，佢聽到玩個未？林晒啲麥咁樣掉。試下你都俾我辦咯。特別掉。哎呦，試個冇個，冇依係你 USB 別好試佢落去，一個起來就這樣定。呢 system 真特別有數嘅。你冇no hantu。有大嚇。一時。那是要載，有係咪 hantu 啊？是係咪幾大？南西嘅 system 會好讓單這個禮拜六嚇，不禮拜六嘛嚇John。啊，是禮拜六，冇嗰時你，嗰後禮拜六嚇。我唔知知你幾時辦 ，actually， 我唔知知咗幾時辦。冇18號做 recording 嘅時候，林世講要俾佢講嘛。哦，嚇，馬路架，讓你使18號去聽咯。林世講嘅。哇，我可以讀啲嚟爭水用。小我不得有。誒，佢啱啱唔係做物件咩？唔是做物件，我講coming，我autocorrect 到啲 cooking。我睇OK cooking 個俾人估 OK 話睇。未怪啦，我講 OK 個 cooking 嘅時候講 OK 話我 delay 30分鐘。是我30分鐘。cooking 嘅數嘛？誒，你看 Jezreel 嚟 Jezreel， have you ever played for Jackie Cheung? We were wondering, we're playing a little jazzy version of Jackie Cheung. I don't know if you've ever played anything with him. Anyway, okay, we're speaking in Hokkien. We're saying, oh, Jezreel's up. Wow,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Penang Hokkien podcast to be speaking the England. Okay. Hey, where is he? Is that boy here? 我背過佢單詞，但啱時林西啊不，咁背面時我拖起嚟後面時。Oh, okay. Okay, there. Hello, Jezreel. Hello. Hello. It's as if we've not spent enough time together. Yeah. No, I was going to ask you. So I'm recording a show for my podcast that's in Hokkien. I'm not sure if you've heard of Hokkien. I know. Yeah. I know. That's what we speak in the Philippines. Yeah.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Yeah. Do you understand Hokkien? A little bit, but I can't speak it. So. Oh, but you can understand some then. Yes. Okay. Especially the bad ones, of course. Oh, give us a word. We have no filter here. No, but bad ones. I can't say it properly, but I understand. Oh, which one? Puki? No. Of course. Oh, Chibai? Yes, of course. That one. Lanjiao? Oh, yeah. Oh, that's a dish in the Philippines. Oh, that's a dish called lanjiao? Wow, it's so tasty. Ooh, yes. We called it soup number 5. Yeah, that's true. Wow. And my town makes the best. Yeah, Lanjiao. that one. Lanjiao. Yes. Wow. Yes. Oh, I wow. start to love Philippines now. No, okay, Yeah, so yes. Really? No, I was going to ask you because we were listening to a jazz version of one of his songs, and we're talking about his career and his music and so forth. So we're talking about like a jazzy version of his song, and then I thought I was just throwing it out there. It's like, oh, maybe I wonder if like Jezreel worked with him in Hong Kong for I have stuff. played for him just one song.
Ah, okay. But I played second keyboard, so nothing to brag about. I Yeah, see. I did. Well, thanks for sharing that. See, we're one step closer to Jackie Chung. 咱係幫到咱嘅朋友嘅難招，難招。迄個是我會幫你，唔是你，OK？我會幫你。我有資格。幫到咱嘅朋友手，就是成個幫到張學友嘅難招。Oh no! Okay. Wow, you're really hitting. Ooh. Anyway, well, thanks for the update, Jezreel. You made us one step closer to Zhang Hokyao. Yes. All right. Hopefully, I'll be working with him. I don't know when, but there are some talks about it. But, cool. All right, cool. And we're so glad now too. You're kind of somewhat related to. I mean, you understand Hokkien, so that's perfect. That's maybe listen to some of our podcasts to see if we can listen how much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would be interesting. I'm breaking a rule here. I never spoke. In fact, I probably spoke once with Jagong Ang in English on this show, and we've recorded 800 and some episodes already since 2005. So I'm breaking the rule. So I'm going to switch back to my Hokkien. Kamsia. Okay. Do you understand Kamsia? Yeah. Yeah, Kamsia. Wait, can you say one word that you do know confidently? I don't know. I can't. It would sound disgusting. So It's okay. I love disgusting Hokkien. No. No, not even one? Let me gain confidence. Okay. First. Okay. All right. Then you come back. The only thing that I could say is Tosia. Tosia. Oh, okay. That's very good. Well, nice to have you. Anytime, Penang Hokkien welcomes you. Penang Hokkien 歡迎你，其實愛對對來本會使。但是你會曉聽咧，就是夠夾啦。把刀講較濟，會曉聽較濟啊，就起來甲我講話。好，感謝，多謝你。多謝。我邊啊咪 ？Soup number 5 ingredient 攏去看上嚟。Soup number 5我去看。Yes. Soup number 5，試下人要做啊。Please don't scroll past this。你看唔知照使教教。我看 soup number 5是叫做蘭椒啦嚇。這是 torpedo， 係啊 soup torpedo。蘭椒。Oh my God! It's made of what? Bull's testicle. Yes. And 古蘭加古蘭蝦加古蘭椒。係叫牛鞭啦，廣府話嚟講，牛鞭冇奇怪啊。牛鞭有普通有喎，就普通嚟啊，牛鞭。哦，嗰隻人香港就這樣啲咩？特別我唔知。春代嗰部上。特別我唔知講這伊個名，就是用咗福建名，就咩是鄧人做出來嘅Filipino dish 嚟啦。對，伊叫做蘭椒嘛。嚇，你使講鄧人有啲咩嗎？鄧人有啊，都是鄧人不啦，鄧人是蘭登，鄧人帶去菲律賓dish 嚟咯。有可能冇？對嗬，成家你唔是啊，lumpia。spell 蘭椒啦 ，OK。Wow, soup number 5. Oh, to be polite, you call it soup number 5. Why? I wonder why. Yeah, why 5? I don't know. Does i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Mambo number 5? Oh, yeah. All I know is that when I first tried that, I was, I don't know, I was about 8 years old, I believe. And they were laughing the whole time. Oh, because you didn't know what it was. Yeah. So it was like so good. Like, I like this so good. Is it spicy? Like, what is this? The soup broth is what? It's not spicy at all. It's okay. But the thing is, after you eat it, you will feel that heat. Oh. That you can't understand. Oh, is it from the spice or from the lan jiao? I think from the lan jiao. It's from the aphrodisiac
quality of it. Oh, you makan you hangat. What you like? Drink. Woo! The blood circulating, I think. Oh, blood circulating down there. Yeah. The back channel. The back channel. Okay, we're running out of topic. Okay, all right. So let's get back to Jezreel. Thank you so much. You can hang out. Right. You can hang out as much as you want. We're gonna go back to our Hokkien. Yeah, bye. I'll see you in other music rooms. Yeah. What? Bye. And Penang Hokkien room anytime. Okay，嚟咱講對蘭椒，唔是講到對張學友地蘭椒，地黑腰。掉黑腰，掉下掉，即條落掉學腰嚟。OK，講，但係咱講第二條攞 last 第九講嘛對，對，了，個係咪個第八咧？接落來即第八名，因為是八個人揀八個票。哇！可能一條是八個票呢。啊，但係是七嘛嚇。三厘字嘅。我離開以後，原來攏去到部落對，我對來。你會別個，我講緊笨咧嚇，攏應該就愛是。我是講我頭早對掉了，我到對來攏 actually 去到部落。對，往等咯嘛，往好嘛。等我好啊，我隨一個阿摩人嚟。唔係阿摩人嘅，菲律賓人拍卡嘅。對，拍卡啫。我幫頭整隻給人聽。蘭椒以後，唔是這條。三厘字，冇事啊。三個字。李香蘭啊。咧，這裡本是一秒呢，就知係咪掛咯？一秒呢，即係個知啊！真啊，一秒就知。好啱咯，諗埋你講個蘭嘅嘛，當佢就係講李香蘭咯。本是蘭啊，本是蘭。即條歌咧，阿龍就係屬界咯。哦，做咩數㗎咧？這是戲嘅歌嚟嚇。都幾滿意啊，家定滿意。嗱，咱幫聽一隻，聽一隻啦，是佢講。多謝啫。我本 post 係另兩看啫。冇看到我 link， 冇 link。冇拎，我知辦法嘅問題，我 post link 我未出嚟。No update the app 哦。我都 update 你嘛？ano 點樣投卡？啊，出了。是關係嘅意嘅，好，這個是。是唱意嘅。哦。哦，是日本人嚟啊！按照晒嚟嘅。哦。特別伊是啲中國大漢嘅。哦。你樣伊表成啊，可能講是 spy 係咩？是 spy 啊？可能講伊是 spy 雜跡啊。哦。原來。So， 這是唔是戲來啦？這是其他關係嘅意念啦。伊是隻歌星嚟嘅，伊來聲就是伊唱嘅。哦。啊！這首歌個Mandarin version 嘅。啊哈。version。本是叫李香蘭。超熱濃。佢是講惡美。哦，特別唔是唱即李香蘭嘅啦。唔是。李香蘭。睇嚟頭好緊要。李香蘭咯。李香蘭嚇。啊。OK。喂，使講隻特別好聽，就掛緊嗬。係使啊，對。
幾人8人你講？加稱聽。8咧，我去search等陣下。好我記淡薄啊，看我會記㗎了啊。加稱聽，แล้วบุญเนาะ Jason บุญเนาะบุญ就是加稱聽啦。แล้วชุกิน知唔知？見到見到บุญชุกินแล้ว林好勁哦即幾間啦 then ชุกิน冇喎，ชุกิน冇咩？冇。正要有景本嘛，唔是？哇！正要咁配好了，咁配。哇！咁會記㗎了，咁會應該本談白你唔係珍珠奶茶。珍珠奶茶。阿龍哦，阿龍，แล้วJason，靜怡，阿本，บางกวาง。哦，บางกวาง我棒嘅啦，行掉掉，我記。老棒生。阿蕉嘅朋友 Winston。即係啦，無啲位你所唔知啊。阿涵，陳琳琳哦。上去 BK 有放掉阿 John 放嘅，冇李香蘭，葉 list 冇李香蘭。葉 list 嗬 ，BK list 嗬，第少嘅掛名就4個字，伊無3個字，伊第4個字起嘅嘢。你看佢，你看這Eliana 是裝嘅插鼻款啊。插鼻款是伊個小英，將會有小英嘅小人。真嘅是小英。你成個我朋友成個膀胱嘅面，膀胱你看成個裏面，即係真嘅小英。你換你小英一定要在講緊，你去吹一定要成個一個，你細漢時阿咪小人小英，成個講講白話嚇，你去吹條小英換在 profile。OK。Ada music is fade out. OK， แล้วก็มีสิ每個人看看住仔，咁背未必就係一講一 from 1980年個加鋼劍啊，有出幾個 album。喲，這哦！喲，我唔知哦，我隨過但係我未記起啊。30幾年，37年。就使講17嚟，嗰個住人。50哦，對我嚟講就57，冇啦。跟下是 original album 唔是講嘅 compilation 係面啦，冇水嚟㗎啦。concert 你冇水。一年出1980年夠加80個啊，14年啦。Google 47啦，47仔啊嘛。47就人講掉就是 Google 啦嚇。OK， 我是 Google， 所以我成講下我 Google 嚇。我你講，不要緊，冇珍珠奶茶嘅啫。17就使講，我就係想去買珍珠奶茶係點啊？定？我冇嗌，我當應該要呢，我介紹會去接。我哋 grab 啦，冇負擔。no，你美國有冇珍珠奶茶？冇啦，喺邊度茶廳嘛？借冇啦，會比我人整個借哦，我整個幾條雞咧。未啦，冇得借。辛苦糖咧。我有珍珠奶茶BK 嚟講嘅珍珠奶茶，伊是講珍珠奶茶咧。我辣口黑冷伊驚啦，伊不擔心，伊驚掉地招。來 BK 我幫助拎接到。又咁樣 order 了，標南西嗰啲啦嚇。嚟，隔離學地址嚟，我 grab 好亂嗰啲。哇！標大豬，大豬是話嚇。哇！屌！大媽，就使咁掉咯，就使。哦。48掉。咁。岑辣。19。哦。你講19年唔係17個19嘅。安尼少年咩？伊後尾一條無水咧concert 啦，無水咧 compile 咧，你計起來食吧。計起來應該是有60年哦。是咯。伊後尾一個 album 是2014年。成咗做夢嚟，成咗做夢。係咯，成咗做夢咯，就是 Y poster 咯，因為 Y profile picture 咯。伊無咧嗬，伊無出了啦，先真。無了，伊無出啊，不過小山，伊 officially 成個小山啦，係是講。伊無小山啦。以後你brother 係掉啦，你 concert 嚟同你啲女咯。嚇，咪小咩？講話。
然後你們或者係跳嘛，咧對彈，呢對你 concert 嚟跳都應對嘅咯。冇安裝鞋，係下面嘅。你們 brothers 係家姐投資嘅咧，你們 brothers 係咩？下面是 Emo Brothers 上面嘅，講 Lehman Brothers 哦，意思伊投，你使講你咩？伊open 嘅 news，意思講伊嘅 investment 了解濟去 Lehman Brothers 嘅，為了解濟類，其實特別出來唱歌啦。佢對類咯，我唱一隻條嘅咧 concert 多。哦，哇！即啊哦，經典是唔是？伊嘅 concert 就會嚟馬來西亞嘅事，嗰時半世紀啊。唔，伊 concert 真好料嘛，唔是咩 ？concert 好看，我唔捌看過啦，我唔捌看過本啦，唔是 fans 嘛。我唔捌看過，我係紅嘅嘛。哦，你紅是㗎，你是紅是㗎，冇我紅，唔意思我紅嘛。哦，你去支持，你去夾地靠可以，你夾地靠可以嘛。OK， 然後接我一條呢？第七啦，第七哦。這是幾人？矮人咯。交票，哇，交票 OK。第六名咯，所以第六名白白。安怎你一帶嘅人？係咯，我頭先講本地嘅時候，頭一名、甲第二名、第三名咁帶個就係乜鋼劍嗬。After 就去 BK 後尾一個入來啊，嗬，咁樣變咗一票相差。哦，哇！幾歌聽咯，老姐。1、2、3、4個，然後相差一票呢？冇啦，1、2，一票兩票安尼款咯。OK，所以講緊接落來是這個係這個，人們應該知一隻棒頭正。來，看我知來嚇，你應該知本歌。我無面曉，我就查。李香蘭，頭隻等啦，李香蘭。很難。哎呦，愛贏你啊，亂來啊！梅艷芳誒，個梅艷芳迄一條對。咁配得好了了，哇！咁配得好了了呀！咁配是迄個伊個即個張學友嘅 number one fan 啊，top 擺下咯，喲好了。哦，即個應該是一碌四節，一碌四節。冇，這條我冇錄誒，冇。即去卡拉 OK 嗰度唱嘅嘛，唔是咩？我唔是唱這條，咩咩帶到？最珍貴嗬，唔是本。伊是一出戲了，我會記。對，啷舊我講啊，定住啷舊。男人40。啊，對。安尼大部有做誒，做一波。其實只在找到個伴侶，面對現實，熱戀很快變長流細水。可惜我不智或僥倖，對火花天生敏感。不過兩隻手拉得太近，愛到過了界那對愛人，同時亦最易變成一對敵人。也許相愛很難，就難在其實雙方各有各寄望，怎麼辦？要單戀都難，受太大的禮會內疚及也無力歸還。也許不愛不難，但願未成佛升仙也會怕愛情前途暗淡。愛不愛都難，未快樂先有責任給予對方，面露歡顏，得到浪漫又要有空間，得到定局卻怕去到終站，然後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豁達又擔心有人看不過眼。伊這條歌是不？伊是唔是甲啊Anita Mui relationship 較 close 嘅人？是本咯，應該是啩。因是做隻唱歌出道嘅人。哦，because 伊張國榮啊。伊 because 係咪嘛？伊姊妹嘛，姊妹花甲張國榮。然後伊 because 正月10年梅艷芳佢哋是最張學友鄭寶，是唔是？ OK，跟伊嘅歌差嘅人有啥樣啊？哦，
唔知梅艷芳啱唔是張學友啊 ？OK， 張學友其中一間嘛，更熱刮茶。徐志安哦，徐志安哦，是唔是？草蜢嘛，更熱刮茶了。徐志安是伊徒弟嚟，唔是？啊，曾志偉有無？曾志偉，真是有本嘛？我梗係拎啊！因為貴間嘛，更熱刮茶都得在。張學友是有啦，差唔多有經。張學友是其中一間更熱刮茶嘅人咯。OK。啊，更應該是6間個4間人嚟嘛？然後 OK。所以張學友嘅隻老沙，你有冇就做戲叫做咩40歲打波？冇，唔知。出戲我唔捌看過，我係去吹啫。難。即係一直得你嘛，一家。冇張學友更刮茶喎。李嘉欣啊，林嘉欣。冇啊，我係去看嘅。我依家林嘉欣真係出。即係一個林嘉欣嘅嘛，伊是 student 嚟。啊對。依家伊 student 有曖昧，了嘛咧在伊家己某本頂麥本時間伊先生有來，了伊某小甲伊上節時間都對伊嘅先生，所以內人本有 affair。嚇！伊家林嘉欣有 affair 了，伊某甲伊都對伊頂麥伊嘅先生有來本，伊某就是梅艷芳。伊告訴something嚟講呢，就是當中年危機。這出戲是張學友，張學友，家己是先生嚟。張學友跟梅艷芳頭一出合作嘅電影。我睇贏到影后影帝哦，嗰時張學友贏到呢。張學友贏到影帝了嗎？林嘉欣女配角啊是。啊，林嘉欣新人係是，最佳新人一本贏，係是。金像獎冇張學友冇贏，梅艷芳冇贏，金像獎冇贏，提名呢？提名呢？金馬嘅是唔是？金馬獎冇啊，金馬獎張學友冇提名本，跟住梅艷芳提名呢，特別冇贏到。佢特別出嚟伊贏到。是林嘉唔知喎，林嘉欣贏到嚇，林嘉欣贏到呢，最佳新演員，配角。特別出啊，伊贏到影帝嘅。要贏過影帝啊？愛君如夢冇伊嘛嗬？冇啦，冇伊嗬，係嗰部是劉德華。就呢個話地殼話較未顯起啊嗬？是攞記啊，未記啊。話地殼話較顯。佢講，未必比對地殼啊，係比起啫。嗰是另外一出，而家林嘉欣嗬，林嘉欣故意強姦伊嘅一出。呢陣是冇贏過咩？我贏過影帝嘅，呢陣是贏過冇贏過咩？應該是冇啦。呢個人真係使嚟 back channel 忘個特質呢？我諗 blur 忘個了。你嚟接呢條節瓜接乜咁嘅瓜？第九條。我是在上面啊，嚟幫嚟先嚟。我幫啊。我們是 soundtrack OK。唔係，我要幫我要幫我。我要幫。唔係，佢會跟是 live version 呢？是哦 ，Spotify。你幫啊？你所以錄嘅嗬，第四我看我會呼吸。你別幫嘛，因為佢是就是一隻屬嘅 version。哦 ，OK，啦，live 啦。冇唔是 live， 唔係好我幫。live 如果愛我幫 live。係 live 好。啊，我看啊 live 嘛。啊 ，OK， 你幫啦。買 live 冇聽。live 冇聽。Sorry。如果愛。幫。OK。哎呀，等姐，梗係看佢學細呢，我本來學緊啲人。等你個 issue， 等姐，對啦。啊，到時我幫咧，我緊住。我想聽 live。original 嘅好聽唔是咩？啲吉他節出來嘅事，是啦。一條 original 我是聽下 YouTube 呢嚇。應該是 Spotify 冇啊。你看迄出戲，你就係講 original 較好聽啊。是咯。我就去有精神有在引導呢 ，OK 呢，好呢，好了。你玩地殼，精神有本來愛玩。精神有一條鐵喺地殼破。都想明白。來一下唱歌。
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Actually， 唱歌嘅啦，超年代，2000呢，因为华耶稣。诶，讲我怎么咪是切？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的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哟，好听个笑这条。好听哦！攬㗎，別個人攬嚟啊！天啊，就接到對人氣入面了。愛聽個了這條歌。特別有影是搭配照來哦，伊是搭配照。真好聽這條歌。是好聽，特別這出戲吼，伊真積壓阮啊，伊對手是真很喎，伊唔是超人啦，伊做妒忌爾啦，伊真啦。啊，伊家 girlfriend 嘛，互人搶哦。一個另外一條歌，你這出戲入面不是真好聽，特別人文咯。佢門外的世界係怎麼好？是伊啊，還是伊唱嘅？伊唱誒。哦，是唔是？嗰時會嘅事嘅。嚇，對。嚇，點好聽？迄地本好聽，特別真正人文，無咩人熟㗎，迄地。特別這個只艱苦吹，佢要去，唔知去對吹，該吹掉。YouTube 啊，係你時間 YouTube 呢？佢 YouTube 嚇。YouTube 較有呢，迄一條。好看啊！這出戲我佢要去吹下看。佢在看嘅一刀嗬。就是咯。你過來敲咯。我去戲台看這出，我會記。對，去戲台看。特別我啲戲台看。呢個拔刀嚟啊嘛。係，一條落去嘅。叫殺嘅還是條？叫殺，唔知。你看到伊上加迄種真水翻落去咯。對。名下一出。如果愛咯，介意過時。冇，你等我講佢一條。哦，唔知係咪嫉妒，還是係咪我未記起啊？我去找看啊。嫉妒啊，還是命運曲？我咩互人聽看這是最聲。咁張。喂，老公啊，你入邊沖咁耐嘅，你游水啊？係大聲。喂？哦，你沖緊涼喎，你轉頭打嚟啊？哦，好緊要㗎。你等一陣啦。喂，老公啊，有電話揾你，聽唔聽啊？我真係骯髒我除掉。係咯。阿姨揾你。換我表，阿玲換我表。哦。你是愛我的男人本該妒忌。因為這個 clip 伊無清晒喎，咱看過伊現在。男人是。有啦，伊無清晒是真濟咯。妒忌。啊。你是愛我的本好聽，但係是零真我條不是假零每個。你是愛我好聽啊！我會記啊，你講這個好聽。好聽。我不說話。哦，好聽這條 ，Oh my god！ 冷眼看着。哦，好聽。你卻當作。我俾佢吹起來看個咧。我無知無覺。若不是我，哪會有你？他又算什麼東西？
OK 啦，家己 YouTube 出嚟聽啦。OK， 嚇，對。四人邊啊，我隨如果愛哦，出來迄個中國嘅 series 咧，邊啊，有時哦，那個這條你是愛我的好，是不是？這條是你是愛我的，還有這條是男人本該妒忌。他媽是男人本該妒忌來我。講緊個是你是愛我的喎。你是愛的是版的嗎？我記。你是愛我的是版的。啊，版的嗎？這條哈。嚇，這是版的嗎？你一家己啲邊個見嚟家己唱，我記嘅先是。嗱。這裡是搞個中午較好聽啊，這邊。咪看拖咯。拖。從今以後，再沒有懷疑，要一句話，心裡的話，你一直都愛着我。哦，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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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出戲而家真好看咧，讓即出嘢戲看。應該冇人冇看過啦，即出。未講嘅咯，未講嘅咯。伊是 musical show 啊 ，musical movie 我特別去看誒，就係因為當人嘅真啱咁，真正少有。有款嘅 musical 啊。所以整個星期把只水嘅。所以我是只 impress 咯。唔是嗰個人屬界嘛？唔是嗰個人屬界。嚇你魔術師本事嘛？是唔是梁朝偉度？魔術係咩？大魔術師啊？什麼？大魔術師還是魔術師？迄出本是，迄出本真好看。迄出我唔會看。我全部大家看。講個事是唔是啊？我唔記得。唔是啊，特別你現在想，唔是啊？哎呦，是唔是個劉青雲呢？唔是的假拍啊！劉青雲是都大帥嘅。係，唔是 music 啦，係真正上架。啊，一出了咯。超會嘅。嚇。一出了。做個真華麗嘅款嘅物件，嘢嘅。了呢年我人等人嘅戲有搭出事，除了定買領帶嘅時間啦嚇，迄個搞了是 musical show 啦。我介紹一出嘛，華麗上班族。啊，對。華麗上班族。陳奕迅個真愛食嘅。真係啊！我唔捌看過個，會使看。是台灣嗰是香港嘅。香港嘅啦，真愛食個陳奕迅。華麗上班族嚇。你去出功夫班。OK。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本事啦。啊，是個好看本，我屬。嚇，迄是本事。我個仔。去做本事。Off topic。我做緊第幾條啊？當然。冇，是嗰是。我第六是第六。他媽是相愛很難尋，如果愛好我嘅們是夠票。所以講金河568啊，不68910我條歌辦個了而家，所以講金接落來是 top 5嘅。哇！Number 5。第二名出掉來了，啲後代班行出來。第5號雞嚟，咁配家好料呢啊，一秒呢我看特別分明，你快踏出來，等人猜正真係睇。呢是我跌到啦，呢是我跌到。冇成日開估好冇？我跌到乜事就係揾。唔係咁設計嘅，我哋。唔係好興奮，興奮，一小興奮的事。咩歌？你的名字，我的姓哈，我真係要誇張。而我跟你平靜旅程，並沒有驚心也沒動魄的情景，只需要當天邊海角竟在追逐時，可跟你。安躺於家裏便覺最寫意，只需要最會唱檔戲之時，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這故事。從今以後。
是平淡，但當中有你，已經足夠。哇！你即係講 epic 嘅歌詞，好聽，好聽好聽。這個是伊寫嘅是唔是？嗰時唔是啦，唔是啊，伊先過來啊，這時間。是這樣嘅，嚇，是啊，做咩弟弟講伊名？喲，你在玩查某，把路食200多年嘅個了，把路。冇計喲，唔知做咩把路查某個了就冇熟伊。冇啊，本地就冇計嘅，所以計把路冇計。我本地對 OK 本呢，但伊迄個成本未啊？你top 5本冇 play 了幾條嘅嗬？來 play 幾條？冇，應該確定我阿冇我係 producer 講 OK cut off 你 music 了。冇，應該冇 play 了嘅啦。係咯。嗱，等聽冇教啊，聽啲節擺特聽住位啊。你自己錄咗你 Spotify 就錄嘢啦嚇。我聽集本都即係錄雜節。哎呀，這條哎。然後放後尾細細聲，好浪聽 ，OK？ 啊，放後尾細細聽唔要緊。所以這是排第5。第5有10票哦，10個人景就到啩。哇！看住住冷景。這裡本是金培考嘅過嚟。還好。唔是這啲，確定迄接落來。接落來啊！這是我有景嘅咯。我迄條是第條考嘅。我有景我這條歌了，金培冇景，然後 Jason，然後阿本，然後維維娃娃，孟光 ，Winston，林參 BK。所以往這個10個人景這條歌咯，所以排第5名。阿玲棒，嗰時我棒咧，我應該係咪？對嚇，咁樣棒碌棒嗰時我棒。第幾？講緊第4啊？嚇，第4嘅。凊彩啦，你棒咪使啦，你只屬夾棒這條歌嘛，特擺。我覺得伊好聽，特別 not in my list 啦，你睇到我名出來啊，我冇睇到我名出來嘛。冇，佢講接落嚟歌唔是咩？是咯，你講我接落嚟歌。你幫你坐地啊嘛，到幫啊啦。好幫啦，好幫咯。好我猜掉啊！這嘢過門真正長嘅就冇熟噶。人講話咯，都好，能啱麼？人講話麼？過門長不會冇熟噶，咪鬼嚟。冇定估碟啊！你聽碟咪數行靠 fast forward 都滯哦 ，fast forward 會加出來啊！冇攤拖，一加出來你講小大講加小股嘅伊會快，shit fast forward 小隻伊碟被 Q 去嘅事咯。啊，這是排第4名，然後11個人景，加得埋第5名相差1票呢。啊！這條歌咧，佢去食教員嘅時，阮只這樣屬較唱嘅，那是佢人去大聲唱歌嘅啦。食教員只唱嘅，啱。咁配嗰教員能唱這條歌。都冇人給你，我就真這條歌對啊，講是最正規。有人經，特別無接。我最正規前一人經啊。不息的愛，我贈給你用。這一生和下世有幾多串奉送，閉起的眼中，無論重又重，仍是見着你面容，在我心湖中，這份愛永遠都存在。共你同在，無盡永恆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愛是永不死，穿過喜和悲，跨過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萬個世紀，絕未
愛是永恆，當所愛是你，是你。是你，你看到？我 call 阿妹 back up back up 嚇，我 back up OK， 使講話啊，使。OK， 講話咧。講話。大片 producer 嘛。使冚死聲咧啊 ，producer 講話。係使冚死。愛是永恆，這條歌是。對。Yes。我覺得好聽啦 ，actually 這條歌真好聽了。真正一人驚咯，我未聽過，你冇聽過啊？唔係，真係唔是阿 John 嘅年代嘅歌咩？講是你，我走啊嗬，我離開啊嘛，走啊，你冇啲啊？我90個年，冇。伊個舊過迄個每天管理多勢，伊是迄個係咪小龍湖裏邊嘅啊？我知古鬼啊，不老傳說。每天我哋都有寫啊。新貴啦，第三我講伊唔是老貴，I mean 新貴，I mean 有了每天我多些會搞這裡。伊做這裡就是臥龍傳說啊嘛，就是雪狼湖啊嘛。這是咩？這是戲啊嚇。伊是一個stage play 嚟。哦，是閉幕曲啊，嗰隻哦。嚇，閉幕曲咯，雪狼湖咯啊，伊是雪狼湖嘅歌嚟嘛？雪狼湖是1998年嘛，1999啊，啊。雪狼湖係咩數？伊 play 啊 ，Broadway show 好是嚇，伊是成個 Broadway show stage play 嚟，嚇。伊做嘅咯，啊，咁啊，伊做嘅。後尾數這條歌究竟唱咧，我嗱晒是半區嘅時唱嘅咧。冇啊，唔是咩？愛是永恆哦，永遠嘅愛。唔知啊，即係講舊年時唱嘅，我知。OK。好啦。第四條，這是第4名，所以講緊 top 3要來了。講小姐，我扮出嚟啊！嗱，條 top 3咧，嗬，我係使學 tips 你看。係 OK。出嚟字嘅歌有2條，尋4嚟字嘅歌1條。嚇？隔了本是第4啊？安尼1條啊？冇，我是。出嚟字嘅歌名，伊歌名有出嚟字嘅有2條歌，了4嚟字嘅有1條歌，大排第1、第2。3嚟。哦。誒，我 surprise 這條嘅第3下。個是我甲你講嗬，我真係 surprise 啊！伊無嘅第3，佢再伊是大阿弟病嘅，又是後尾甲起來。佢條起來啊！後尾甲起來這條歌。哇！想倒咩呢？條歌。本地是Elena 安尼款嘅。Elena 有經。你往站去個起小唱這條歌嘅就咩？但是就咩啷我只係往你房間起小啦。我知啊，起小房間。啊哈呢 ，before 我妹嚇，往我後尾幾分鐘啊，幾10分鐘起小唱歌在邊嚇，卡拉 OK 會唱這條歌嚇，當然係齋成歌啦。哦，你Teresa 幫有經12票，12個人票啊！哇！誒，我 surprise 啊！我看到誒，做咩嘅第3？我就冇。這條啊，等陣我一下，這條歌嗬，等陣我講看住最緊，我看住最緊嚇。這條歌豆嘅有勁，豆嘅山叫真丁。哦，棒光我。微微娃娃，棒光。嚇，棒光我就伊 wedding 唱嘅啦。Alvin Shah。แล้วก็ Teresa แล้วก็แอลกอแล้วก็ชาบีหุนว้าว這首歌唱啊嘛夠英時อันเจ้า講下อันเจ้าว่าบุก去你 wedding 嘅嚇OK 你背對來嗎係啦อันเจ้าว่าบุก去你 wedding 嘅嚇講下อันเจ้า你冇唱啊I think 我到底美國先多擺啦別唱咯Oh my god！ 嗰隻頭叫嘢副臉表演好。副臉。哦哈 ，sorry 棒光。
共你有過最美的邂逅。我有幫站名海蠔。共你有過一些。站名都會喊。對。海蠔等個海鮮的名。共你醉過痛過的最後。但我發覺想你不能沒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遠不懂給你溫柔。別再訴說我倆早已分手，像你教我相信依然未夠。但你沒帶走夢裏的所有，讓你走，為何讓你看不透？但求你未淡忘往日舊情，我願默然帶着淚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就算天邊海角多少改變，一生只有風中追求，不想孤單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舊情，我願默然帶着淚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沒有。免看 lyrics 咩要唱，嗬，免看你歌詞咩要唱，伊個 chorus。即個迄個印度人啦，還啦本茶樹界喎，即個歌。即係吳啟賢寫嗰陣時。巫啟賢，是咩？巫啟賢寫係咩？是咩？伊家己有唱嗬。咁啊，伊有唱。當然嘅，伊是 original。我看下先。係咯。我唔知是巫啟賢寫嘅喎。你寫嘢，你有幾唱嘅？巫啟賢寫隻最歌喎，你啊。巫啟賢你寫住隻歌咧？好似我法人。啊，這條歌是巫啟賢啊。也估啊咯，呢個93年。一大嘅華語年嘅 album 嘅位嘅。就覺得，咦，小細聲你 fake music background music 小細聲，較大聲淡薄。誒，佢好聲氣啊！答到啊！哇！這是第3名，12強人勁咯。然後第2名嗬。第2名來啊！第2名是聽緊暖甲唔加暖啊！我知。啊，頭一名第2名是日本歌，我唔知係邊啲啊？第2名是日本歌啦，出嚟字嘅，講應該是知啊啦。最諗嘅有唱嘅歌，呢首歌，啊，我隻棒頭整嘅兩個知。嚟，我 try 下。反正嚇，佢再出書啊！因為有鬼啊，那個就。我棒啊，讓猜下係咩歌啦嚇。知哦，唔知喎，暖了，暖嚇 ，Jeffrey 唔知啊？我警我對過無警嘅事。嚇，都唔知啊？我無警。你而家唔知哦？冇啊！冇經。我唔知嘅歌名。哦 ，OK， 哎，你辦個長淡薄，哎呦好閃咯！這裡我是第一暖起嚟啦喎。出來呢，借出來呢，應該個仔有仔哦。啊，這裡我是未抄壞啊，辦家這裡。多謝啊，大家個仔 start。站名我人愛唱，我冇愛唱啊，有個。特別感謝人，感謝人點啦。聽啲哦，冇聽。有陣時咱未打鼾，特別歌是好聽嘛，時間咱未打鼾呀。知啦。執人啊，有影事，執人啊，係呐，都冇掉執啊啦，好閃哦，伊無這條歌無經歷你張學友啊。無尋什麼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後能望見你。你可否知道麼？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後，能
忘見你，那已經很好過。當身邊的一切如風，是你讓我找到根蒂，不願離開，只願留低，情是永不枯萎。來撳配唱，接唔唱？冇接唔唱啊！做使，我啲做工，冇人會曉接嗰啲啊！而每過一天，每一天，這醉者便愛你多些，再多些。阿龍，我發覺我最愛與你編寫，以後明天的生命。阿龍嚇 boss， 阿龍唱，阿龍唱，阿龍唔是㗎，Andy 講了話咩？就是 Andy。我就會唱嘅咩？特別啲 bad channel 老公 OK stop。你好似冇講到話，呢個直接講話。我講 pause， 我 pause 都咪當你唱啊，唔係 musical chair 嘛。哦，你講 can 咧，我時候講表彎 OK，即係你教咧。冇，呢個唔是，呢講咁晚未，跟住夾好跟住夾好下，夾好數淡薄這樣，可能拖嘢可以慢慢估一個俾。一波呢快，一波呢快，一個估計起來。我一講伊 depress 嘅，伊無小心記掉，唔知伊講伊有記掉咩？伊家己本唔知，我甲咱看到伊起手，是咯。但係個 Q 位別起來，伊講冇啊，冇起條手。浪介好笑，浪即變做official 啦 depress 啊 ，depress 用這句嘅 depress。哦，我唔用嘅話，都唔用啊，因為Terus是不要是美術，不小心還是咩？真係是白行嘅話，裏邊冇嘅面啫。哦，可能變靚呢？係點講？唔是，跟住把什麼來用呢？哦，把什麼來用變出來 Terpress 啦，我 Teresa 啦 Teresa 是特，伊是叫 Lisa，但係 Teresa 佢唔小心放入面。OK，咁嗰時每天我哋多一些咯，應該嗰兩人仔一個就講埋。第二名嚇。Last 讀啊！一般啲是第一名。特別啷數解哦，啷 surprise 哦，啷聽咧講。我是冇 surprise，因為這條歌有陣真正硬嘛。一般啲是頭家妹抓妹，一般啲是頭一名嘅嗰就有。是。國家唔知第時 start 起嗬，因為是第一名頭一名賣落來嘅調，賣落來，但後尾嗬，問係知學這四類字嘅歌嗬，踢落來。OK， 我知 top 是係咩歌啊？我知，可以踢落來喎，因為阿左冇辦過這個歌本啊，應該是，阿左冇辦過嚇。我知是唔是這會嘅物件？嚇，對。搞咯！有未出來你又冇啊？然後今晚第三名嗬，只上一生跟你就是12票啊！每天我哋多一些是幾多票？14票。哇！頭一名咧，頭一名是10個票，第一隻啊10個人經這條歌，伊後尾後來追上一變到頭一名去。係咪所謂後來追上嘅本地就只一人經啊？唔是？冇，一般啲是第一部去嘅第一名，一部去嘅 top 3嘅咋 ，top 3 actually 嗬頭嘅事啊，頭嘅事啦，是每天愛嘅多一些是排第一，相愛很難排第二嘅咋又。哦，所以你只想一生跟你就是戲嘛。嚇，只想一生跟你就是到阿爹邊嘅，比相愛很難嘅阿爹嘅咋又，只有一生跟你就。咁啊，就係講後尾嗬變到起來去，然後變到。每天我哋多一新聞變到踢到佢變第二名。哇！唔咁一票啦，一票呢，冇講就。OK 啦，實至名歸啦，實至名歸啦。即地有影是嚇，有影好聽啦，實至名歸啦。呢條係實放假了啦，OK，使。頭一名。誒，呢條是有燈籠班咯嚇。有
華語版啊，啥是有特別冇出名。而家買啦，華語版冇。唔係，我扮緊條你去吹下，會使吹啦，我一定吹出來。嚇，我扮緊條你我係看後喎嚇，OK，我會老掉聽。汪成bằng這個功夫嘅，對，original 更當版，遙遠的他。會邊啲學嘅嚟聽咗，我驚頭前呀，應該只係人驚咯，10個人驚嘅數。特別講無濟嘛，11人10個人驚嘅。唔算濟啦，一半都知哦。少31個人嚟啊。讓晚風輕輕吹送了落下，我已習慣他多聲。慢去想他，在遠方的他。此刻可知道，這段情在我心始終記掛。在這半山那天，我知快將要別離，沒說話。望向他，卻聽到他說不要相約，縱使分隔相愛，不會害怕。遙遙萬里，心聲有否偏差？正是讓這愛試出真與假，遙遠的他，彷彿這風聲跟我話，熱情若冇變，哪管它滄桑變化。但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信裏面說血癌已帶走他，但覺得空虛的心彷彿已僵化，過去是像炮彈心中爆炸，在這半山這天，我悲痛不已在胡亂說話。夜雨中，只聽到他說不要相約，縱使分隔相愛，不會害怕。人無覓處，心聲有否偏差？正是讓這愛試出真與假。遙遠的他，彷彿這風聲跟我話，熱情若冇變，哪管它滄桑變化。哪管它滄桑變化，遙遠的他不可以再歸家。我在夢裏卻始終只有他。遙遠的他可知我心中的説話，熱情並冇變，哪管它滄桑變化。其實嗬，南西你聲無開，可是嗬，我今日幾條歌，我今日會記Sorry， 華語 ，OK， 撲記緊啦。no， 我聽隻聲音，我俾妹嚇。就在雨夜分手，相对默默地没有留下一句话。也相机，望着他
孤独地走进蒙蒙夜色，只有寂寞地狱不特別夜晚嘅啦，唔是一把。遙遠的他，從此相隔天涯。如何告訴他，我夢裡只有他？遙遠的他，是永遠燃燒的火花，是我記憶中一個回不去的家。OK， 問題妹，你講好嘅哦，我幾條歌我可能會記嘅，就是講伊個就 cancer 嘅，你夾氣，對，啊，你是他咩人啊？就是唔是真嘅歌數嚟啦。唔，我知伊是裝死，到底是唔講伊爸夾氣嚟嘅，講伊死去啊，係啊，還是伊爸嘅死去啊？隔鄉雜喎啦。哦，死去啦，然後伊是假啦。你是告訴啦。啊，告訴大家咧，然後華語版呢是伊媽寫會可以，唔是伊爸。哦，頭先聽到頭你媽媽。我佢伊媽是特啲台灣嚟嘅，一爸係香港嚟嘅，所以媽嘅爸想只想就配只想寫等人，即係講話。你咪講地特別聽方式咧，會想嘅咯，係咪？聽方式是有 cancer 背景嘅嘛？係咩嘅？我沒聽就話你用 AirPods Pro 啊？做曬是講是做曬好，一講嘅他來聽我的演唱會，咪是講cancer 也好。他來聽我的演唱會啊，都冇聽到咯，喂，你細面咋咪數冇起這條歌？哦，他來聽我的演唱會哦 ，actually 是攞到5票咯，是當晚5票咯，冇參我嘅票嘛，嗬？有啊，咁啦，參落去啊。伊是好聽，但伊冇共鳴。因為南西 play 是這條歌冇 play 到好壞。no，三部啲啊，10條呢嘛，你經湊嘅10條嘛，咁啊我特別掛起。應該是我頭先學阿蕉嘅 list 入邊冇這條歌，阿尾我揀我係這條歌就見好，我廿條月半彎，特別阿蕉嗰邊已經 copy 月半彎嘅名我廿條是這個 list。那是話啲可唔加一票變咗6票，本是冇大特。本是冇限制，本是冇限制，即係冇話，你係係啊頭個嘅，隔了時正共鳴嘅嗰度，是你凊彩放大陸本嚟好聽，見得本好聽嘅，嚇隔人知嘅，就隔了本實至名歸啦，隔了本是應該嘅top 5嘅。咩咁成日隔了會聽中咯，可能 release 漏咗啊！我唔知講錄音之前嘅就特諗一隻自己幫公司攞條3條啊，4條 release 冧晒咯3條好似4條，但是直接4條，特別 OK 啦，變咁咪就留作咯，佢哋開 house 出嘛，然後就是咯，是咁，有陣時我看到我。我人冇開班，我看到有你 member 啲白嚟辦經嚟辦我咋 ？OK， 我開班㗎，我別當我看咩好樣去白會嚟辦。超開好咯，超開，哈，佢超開，買你關。我冇落人嘅，是我開班呢啊，我咁笨。傻人。我話面就好是 because 你只人 submit 哦，你平時冇起來大頂嘅人啊，冇起來one to one 嘅 interview 嚇，你只本只歡喜，after 啲人講，喲我梗係真係只爽嗬，起來講話傾偈嗬，是只爽。你 recording 是咪嚟咯？18號嘅事。特別知唔知幾時辦啊？即出。不要緊。這是 replay 本啊，這是 replay，就是現時到啲。Clubhouse 係 replay 啊，會使冚掉咧。replay 嘅，我唔是講買棒瓜，佢只有棒瓜會使喎。我冇習慣嘢啦。Because 我冇棒開條瓜嘛。哦，你看啦，冇棒開條瓜嚟使啦。咱棒爹爹啦，講話 over it 啊。講話咧，幾波。你看會使嗬。哦，你白仔啦，人不是講唔幫我顧啦，男仔就會。你棒啊個秒，你看都嚟使啦。個名 OK，成日講話，你會冚聲聲，冚大聲啊！冚大聲，可能冇聽 record 就咗啦嚇。即係冇影呢啊！咁咪bằng full 嘅啦。走去搞到攞嚟使啦嘛。แล้ว落嚟
你聽到聽 radio 好像真係個 overlap 講話，所以所人咪被落幾條歌咯。你佢哋去買咯，又去買 cassette 咯，就去80萬排隊咯。我當然知。你把攞 Spotify 啦，哎呀，安裝冇啦。Spotify 會掛冇嘅，有嚟掛冇。Spotify 過嚟呢個就差啫。而家咩？都在 Spotify 最近唔是有經我人嘅自控自熱咧 top 10嘅咪 top 嘅。我嗱我本地我就冇聽張學友加梅艷芳嘅，一啲我係 top 5裏邊啊。雲昂哦。冇啊，應該 play 呢隻刀係什麼？就是啦。你頭好猜頭前面是 Bruno Mars。OK。嗰時我係 favorite 歌。哦，你個地位前面是 The Weeknd， 嗰時我係 favorite 歌。你話方大同嘅咧冇去咯，可以踢走去咯。啊，我suka方大同是卡利條。方大同啊，卡利風。落下了。反正野風又唔是方言嘅幾鬼。風嗬，卡利風。反正野風嘅咧，意大利人係唔係 FOONG 哦。應該是一是上海人。你做台灣的福建嘢嗎？嚇？你做福建嘢？你唔是超怪咩？亂來。方大同啊，叫啊。方大同啊？冇啦。你是歌星嘅唔是？你是真係好性格嘅人咧，冇可能去台灣做福建嘢嘅喎。係啦。冇想你 maybe。是方大同，不是皮方大同。方大同就I 嘅個仔哦。你是創作才子嘛？那可能去做福建戲，梗係沙啦！你講嘅是你潮戲啊，以為你要騎緊哦。唔是，迄叫嘛是盧廣仲。盧廣仲台灣，但廣仲冇做福建戲啊。盧廣仲做台灣呢個福建戲嗎？哦，你講盧廣仲係你 meant to 講盧廣仲唔是方大同啊？我 mix 到你啦。I see。是咧，我兩邊都是冇水。方大同就我什麼是台灣人係？冇，伊是上海，然後一般去夏威夷，一對夏威夷大漢嘅，然伊到對嚟香港set得到啦，set得到。特別我人嘅邊唔是有急事冇啦，方大同嘅好看冇啦。是咩？方大同嘅 style 嘅級事啊，同樣級事盧廣仲，上我人嘅。真好笑。你不是個 style 啊？一個 super talented 而已。方大同是講3+3+3嘅唔是？係啦，差不多。啊，對，方大同、關關等等。大玻璃。唔是拜拜。大玻璃。你唔係拜拜啊？未拉路，我係拜拜。未拉路。以前未唱過迄個狂潮，唱狂潮嘅唔是，唱狂潮嘅是盧廣仲嘛就。後面是狂潮。嘅時差也是我和你。係咪盧廣仲就冇唱講好怪？你都唔寫你盧廣仲喎，你冇唱過？幾隨講好怪？係咯，幾隨咧？唱嘅狂潮嘅。你唱係你是方大同啊！其實我唔會亂嘛，mix up，我唔會亂嘛。夠啦，係是方大同啊！你講唔是啦。嚇！actually maybe 咯，哦，你是話你講嘅是方大同呢？我你攞嚟諗住 mix 就成隻你冷嘢咗。你看徐小英行，你徐小英行。冇想。盧廣仲是伊嘅頭毛成日跳歌呢。係啦。有方大同是關關珊珊呢。嚇。原來是安呢。對，就是安呢。咁安呢。特別如果，actually 我真係我感覺到方大同真正 attractive。對，你使我隨時我一啲人鬥嘅時候，得咯。我咪隨急事嘅，一人鬥 OK，我熟緊可以打波，唔係亂計。要你 quality。諗尾做另外一個明星做歌星做方大同啊？係咯，我哋每一個歌星是唔是啦，做另一連星啦，即係我會等嘅波對阿超等啊，我滾等嘅咯。我驚，另一年你要獨單嘅咧，放緊耐。嗱，呢年就係怪咯，我哋講。放緊把刀冇世界掛起啊嚇，阿超。係
人經嘅咧，但你哦 ，maybe top 10 band 就是number one band，喺細個背只都人暖嘅人咧。我即條搭條線暖。愛上一個不回家。我覺得唔是迄地唔是本，唔是兩個菜，特地暖嘅。我怕來不及啊！即地。咩？我拍你的腹肌，什麼？我怕來不及。哦，我要抱着你。你嗰啲入答案呢？嚇，即係達到冇啊！咁配率呢？我係咪我講都冇估到嘅？我覺得是即地。應該是。嘢嗬，大啲人 research 是唔是攞嚟讀地數界另一？我拍腹肌。我地數界依個唔是條嚟。都冇上嘅。OK， 我人係讀快嗬，隔離唔是 moderator 經嘅嚇，差唔多。冇 moderator 經嘅，我係讀快，白魯張學友嘅讀快魯。有啊，我有經啊。魯第一個是魯年咯，一看呢。有緣得他，我有經啊。吻別本冇啊。我有經啊，我有經吻別。只想一生跟你走上是正要經啊。唔是隔離，第時講唔是講我隔離經，隔離是我 moderator 經嘅咯。啊，冇，搞到人，會使佢講佢。至少我家下只會一你本部啲定。咁咪講起戲，但係唔是講咩戲？一個最周國倫，張學友。周國倫戲哦。佢自己生出來明星歌。周國倫小朋友。張學友嘅戲啊！你講張學友戲就嘛就講，然後了解就是個講一條咩金雞獎。啊，金雞啊，邊？伊做金雞啦，裏面做嫖客嘅，做叫妓。嗯，你黃飛鴻裏面咯，你做上官咯。你講話就嚟白等嘅咩？你就好似佢嗬。你講話係到時嘅多得。你是講做戲時候？平時講話乜事就嚟白等嘅。哦，安怎講啊？誒，我幫伊 concert 裏邊嗬，伊講嘅話，伊捌緊來伊講話呢。啊！來，我幫他幫一筆。你看伊幫是講嘅白燈是你咁樣講出來得嘅。哈。伊講話真好笑嘅，真好笑嘅。一定我拖緊伊講話時間。啊！有冇聽過？OK， 當時1985年，我第一次出唱片，咁樣出唱片以為哇！我歌星啊！哇！即刻走落街，你睇下文先我先。呢？一個人都唔識我。哦，就 excited。當時真係冇人識我，咁然後咧，我聽到佢哋講，但有人講我，佢話：喂，有冇聽過嗰個唱《情已逝》嗰個僆仔啊？咁啊！哇！個樣唔得㗎。誒，情已逝啦，冇驚哦。我知我得，因為樣嗰啲嘢好奇怪嘅，你睇下慣㗎啦。冇接啊！以前咧明明話我阿媽個樣唔得啊，跟住睇下幾順眼喎，再睇下哇幾靚仔添喎，真係咁㗎。所以如果大家覺得而家自己個樣唔夠靚唔緊要啊，過咗10年8年個都話你靚仔，定啲嚟。嗱，佢叫做一隻粗鼻啊 ，actually 就查明啊。OK， 呢部咩緋聞呢嚇？個樣雖然唔得，但把聲幾好，係。呢部緋聞你都唔夠感情嘅話，呢感情唔得。哇！我聽到感情唔得，點啊？於是翻去我哋即刻做咗呢一啲歌。冷冷雨，沒焦點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的一彷彿。這是一個吉他。呢個幾時啊？嗰個吉他邊內？應該唔是。這條歌本冇接到。叫咩名？叫咩名？藍雨，藍死河。哦，林珠。你萬貫經嘅。啊，林珠。林珠。林珠包啊，就是嗰隻啊，林珠包。哇！即刻走落街。我就知嗰隻呢啊！我就知道嘅。今次佢唔嗌我僆仔啦，因為我哋查清楚啦，原來我一出道嗰陣時已經20幾歐噶啦，其實。咁啊，跟住講一口叫，喂嗰個嘢咧，我聽到唱藍雨嗰個嘢啊，喂進步咗我啲感情，
不過一碌木咁，一碌木咁。於是我即刻翻去同我監製歐丁勇研究，喂，佢話我一碌木咁喎，點啊？跟住佢話不如我哋試下呢啲啊。內冷經呢有時。哦。巴當，人就人落估啊，1點鐘15分鐘啊。1 hour 45 minutes 呢 ，stereo 個。你睇特別少打唄。快嗬，哇，呢1點鐘15分啊。咱無吹淡馬係就綁個啫，只是接來一間新嘅綁，1點鐘15分啊。郭富城本6點鐘嘅了，我哋。嚇，我知道。郭富城是 from East 講家輩。係對，伊特特嚟 album 講佢。即係我能講啦，講一關嘅嗬。冇，你咪講得了周學倫、張學友嘅歌。天天講要做過輪，要做學輪。唔係，冚㗎啦，冚㗎了。你咪講，我講住你話都落嘢，我講起你，伊講線路鬥歌，伊講鬥歌鬥熟啲嚟，我條俾講啲正解會落胡吞啊啱，我條嚟講滿。安裝。名啱，當即你伊名學臭應該。我唔知我講咩喎，這是我扮光嘅時候。係咯，扮光啊！即你諗準下咪頭先冇，伊都是聽我人扮咧。頭先人扮你歌嘅咪鬥歌鬥數是唔是啊？你嘅都 OK， 講嘅 style 你唔係講，就落都落，你話有女角有落音嘅嘛？啊，10年後聽到對。佢哋俾 repeat 啫，同埋係讀緊嘅名。當咗會記。啊，會記一泡沫啦。咱頭講起啦，頭第一講嘅女，第二講起，第一是永遠的他。永遠啊！嚟，學一塔嚇，我驚話學阿俊。哦，英文嘅伊。特別我唔知你所別記啊，第二個是特特節愛魯個字呢？啊哈，特特節愛魯淡薄，冇特特節愛魯唔是淡薄呢，多意思。冇嘅淡薄，特特節愛魯嘅淡薄。特特節嘅愛魯淡薄啦。啊，特特節嘅愛魯淡薄，對。แล้ว第三名，你係咪別記？你別講嘅名就我計講嘅話，แล้ว阿龍教我講。就喺對路走。I will be follow you。I will follow you。學話對路走就係學話對路走。我笑唔是咩？我愛笑。 Let me follow you。哦，跟他笑，唔是跟他笑啊。跟他笑。我跟他笑掉對路走。跟他之聲舊路走。是兩對條路就。嚇。人哋係派聽走路。拜跟你走嘛，就是對條路幾時嘅去啦，定咩嘢？跟另外一半是浪子來啦。我跟他笑掉，即係四人對條路。嚇，四人。有。第四。第四。你英文嚟哦，笑。咩？英文嚟嗌。嚇。哦，我唔知係你。愛是永恆。哦，愛是英文嚟。愛是英文嚟。第二個是條英文，你名我係寫。啊，你名我係寫。你名我係寫成。好聽。一集內嘅事，同我哋咁會講嘅。你講名啊？如果愛啊，再講你學嘅話。那是愛咯。那是愛。那是愛。然後佢集內是一家梅艷芳嘅。係我別記啊！40歲嘅答波。唔是，你是佢嘅名。相愛加坎坷。愛加坎坷嗬。愛加坎坷。相愛坎坷，是相愛很難，相愛啊，相愛哈，相愛真可。
先小愛真坎坷。啊，第八名咧是人仔查甫嘅名。哦，咧李香蘭。李香蘭，咁我哋講啥邊一點嘅咧？潮咯，呢名是講個咧老黨啦，有可能人嘅厝內面有阿公阿媽啊，嗰是阿姨母嘅名嚇，誒，是講普通嘅一個福建人嘅名係嘛？香蘭啊，嚇，只香蘭，阿蘭阿香，阿蘭子嚇，李香蘭，李香蘭成個邊一點嘅名咧？而家就有香嘅事。เราไม่เจอแบบแต่ซอกิลีหังหลังเบ้เฮ้ยก็就是ยังปังจะเลยเฮียงมีอะไรเดี๋ยวเว้ยฮะอีกก็是ลีหลันเฮียงลีหลันเฮียง傳統嘅豆沙餅嚇，傳統嘅嚇，佢ลีหลันเฮียงเลยเบ้อาศิริใส่ขี้อะไรแต่มา菲律賓嘅人食อะไร地溝河嘅湯蘭椒湯。但媽阿龍來未嚇？但媽可能改啊？來咯！你知道啲啊？我是 just come 先。OK，แล้ว表示落海。本少特別大，落海。本少點樣啲落海天？每一條係咩？滷嘅瓜。係咪啊？離開以後，離開之後，唔是，唔對啩？講對唔是，你是女苗嘅聲。哦，離開以後成多條。離開了以後，我習慣自卑。啊，你咪講唱歌自卑？習慣係咩？龍唱。離開你以後，我會習慣自卑。嗱，自卑喎，自卑。但係唔係講自卑。自卑啫嘛。離開我以後，我會習慣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透望你。冇嚟，自卑晚有唱緊你囂嘅，你唱緊你囂住啊！你掉地啊嘛。冷暖天氣，我也置諸不理。哇！你係曉唱只字本可以啩？而家這條是我就熟解啩，所謂嘅。我剛才曉一條呢。我和你吻別。錄條個暗樂版啦，嗬？冇喎。暗樂版 Michael The Rock。Oh shit！Yeah， 成個我係記啊，冇你寫得棒，靠咩棒？我頭先當聽嘅時，我聽就估咗，我聽講死啦！這條係咪過難咗？我成日都嚟聽佢食嘅，安怎你食嘅？20年前我聽嘅時，我係咪過難咗？都嚟聽對個，我笑鬼名，我笑未掉上去個，因為你未 connect 就講 Michael Learns to Rock 走佢超難，我棒。就是 Take Me to Your Heart 嚇，應是一條腦地咧，成日是真濟，我 Asian 你讀啊，真濟張學友嘅歌。係啊，你去，我給你吹 ，Michael Learns to Rock。Lock 你甜甜咪嚇，買得一條，Michael Learns to Rock 是一條啦，伊大刀入面 ，Kiss Bye Bye，Take Me to Your Heart，哦，哇出名咗，這條歌頭一條啊 ，Oh my God，來聽下啫，這條啊，我話這條好聽鬼文別，咦，唱功夫音嘅。Hiding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all in. 出一字本計咁好玩。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t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Show me what. 係邊嘅？係邊嘅？我未，聽未記啊？我未記。我因為前提冇教吻別是的，我是冇教吻別這條歌，所以我聽到這條阿毛的時候，我講，這條好聽過吻別咯。我前前83萬諗聽到嘅時候，我想講，突然間你人去種你種翻唱嘅下咧，下咧。有啦，你哋古仔就興咩？真正興嘅。remake 下，哈，你 Asia 人叫唱阿毛版嘅，冇出名嘅 ，Asia 冇出名嘅人嚟㗎。因為這條。以前我一般冇上阿毛歌星嘅歌誒啊，伊個 style 噶，一隻成個 Asian 嘅 style 咯，像一你等人唱阿毛歌，你看一字嘛，像一字啊。你係 melody 啦，你 melody 前係 Asian 啦。哎呦，唔係跟住落嚟喎，我冇看錯。喂。你想的話，伊個歌，伊個 credit 是阿張學友個啊。Jessica Richter 跟張學友咧，張學友寫係有這條歌嘅是，張學友個叫寫歌係哦，呢個寫歌你講過一條咧？你講過一條Michael Sturock 誒，有啊，我諗知哦，我幾大條誒，你係等人咁樣知哦，就估了，我一陣這時間，隔了讓阿毛人去翻唱嘅嘛。哦，翻唱我人去也做嘅歌。因為這條若是講白路我開 YouTube Music 吼，伊本是會 shuffle 出來互我個，所以我時常會聽到我甲會記講，哦，有這條歌。OK， 哇，這是 surprise。OK， 咱聽到就是咱使小蛋啊，張學友，我要看看，哎呦，是學友。冇，我 try 下 search 看看張學友 Michael Sturock 吹掉冇。OK， 小山 OK， 然後就是被爆槍過，然後被冚大整。OK， 小山本是放嘅條歌啦。這是放個料嘅時候。冇放個料啦，都搶啦，都愛第時搶嘛搶啊。咱一個歌星咧冇辦法 announce 過。有嘛？咱唔是講啊01年。confirm 啦。01年啦。confirm 啊 ，OK。是看阿蕉愛買啦，你阿蕉講驚爛去啊。特別買勁啊啦，買下面啦，買響 top 10咯，愛到往100行嘅。買100行嘅位。啊，冇呢，啊冇咱勁咱自己勁嘅嗬，咱學阿蕉勁5條啊不10條，maybe 咱勁5條咧可能酸。冇啦，因為經10條，咱經10條，咱教學伊。哦，學經就是第一。啊嘛啊，已經講到一條是幾出名，第二人經嘅。活啦，一道活啦，一道活啦。嚇，所以阿蕉經10條。安怎做？阿蕉經10條咧，我係做一個迄個 voting poll 呢嚇。poll 啊 poll 啊，做咧。了咱一人會使 vote 一道啦，了我人特擺往放嘅時候，不然咪咱現條啊，還是咱 over？咱係使 vote 一道呢。冇啦，依家都攞你借掛，所以 just 嚟上啦 submission 人咯，你就嚟講包咯。嚇？我只能係使 vote 一道坎坷。shit 咯。我唔想你經20條掛咯，你我人經第咪知道唱小姐啊？10條嚟啊！10條。你是講 submission 咩？還是我今日就可能錄經伊10條過了，無法往條經合併裡面10條經伊按到這排第1、第2、第3、第4個。我數解嘅都是比賽嚟。哦，無你知嘛？你知 OK， 咱做一個賽 A 跟賽 B 嘅，所以賽 A 錄經agak popular 嘅過了，可能選了賽 B 往門經啊，照經啦。啊，了往個bằng賽 B 咯。係是 Lucky 嚟講啊，5條咯，你看，你少少。10條嘢啦，10條賽 A， 10條賽 B， 10啦，10啦，10賽 A， 10賽 B 啦。對。了咱係賽你看，我你見好啊，賽 B 你個幾勁啦
十條細 B 你自己經，然後細 A 你經十條，你感覺就講出名嘅，然後我就做一個 list，然後是往特擺個 clubhouse 時就攞嚟使用上一個 list 叫人幸福咯。不教咱錄音咪是報告或者投標。你專門就係勤講咩？我哋會使我幾票？一人一票啊？未？係咪未？一票好啊啦！一票。唔是一票，唔是一票 ，sorry， 唔是一票。我是講你使我一刀，特別特刀你使經，你十條入面你經，你就一條歌是第10名、第2名哈。佢你第數屆，哈無你一人使我一刀，特別你一刀我是你使經10條嘅了，是講你經伊 order 呢就。經 order 咯。你看啦，排名分先後嘅。安尼較好嘛？安尼看意思講，即地瓜有影是伊是 top 下面嘛？Because 我知阿蕉知嘛，阿蕉知伊嘅 popularity 嘅歌嘛，所以你經互人10條 popular 嘅歌了，我人就被無法就被經第1到第10哦。咱個後來咱 show idea 是 during the show 嘅，跟你個 discuss。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你嚟參加 clubhouse，或者 clubhouse 時，你看講銀行物件咯，有攞物件咯，我若是有興趣咧，同佢嚟隨我。無我特擺就係幫張學友嘅歌，啊唔是吧？你做或者唔是你當跳舞嘅，對你愛不完嘅一件啊，แล้ว是加係你安尼搭妹嘅歌咧，好多人嚟 join 嘅 ，episode 就貴到人嚟 join clubhouse。OK， 來聽下，後尾一條歌。Entertainment still 是一個係咪啦？真好嘅一個辦法，拖人來。這是裝嘅。哦，落版。給我的一切，你不過是在你笑得越無邪，我就會愛你愛得更狂野。我的吻別在無人的街，讓風吹笑我不能拒絕。我的吻別在混亂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上尾。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來聽周華健，一起走上學。張學友、張學友、Jackie Chan 嘅邊啲學嘅啊，感謝我哋嘅大主南西，到之嚟講我幫自己幫4點，個阿玲、阿龍、阿冠招、趙西我咁啲，我咁啲冇啲，唔知乜㗎，減配。想介紹你 band 下咯，有個base 我哋有，對，嗰個誒啦，特節嚟探落後咧，古靈帶，古靈帶 ，PK 珍珠靈帶 PK 啊，菜店啊，見到 Kevin 唔係嚟講過，有畫面啊 Kevin，冇，然後 Feli 是住嚟有歌啊，有歌 Florence 唔知是裝喎 ，Florence 幾時裝啊？你有個卡最聽，David 是卡最聽啊，唔是本嘅是卡最聽，唔是卡最聽是本。David 咧 ，David 冇畫面本啊 ，David 冇畫面，大家聽呢，一般嚟講。有個 Jin 是 JD 啊，轉頭嘅，你係轉頭，sorry 啊，轉頭 ，Elena 查比hun 啊，白青，白鳥，喂媽，白鳥。哦，你嘛就苦路都冇啲，我係嘛紅波尿尿，然後個有四個 B 哦，四個 B 哦，呀，一定個另外隻伊蓮娜喎，一定嗰時你把查比hun啊頂面你唔是頂面是，伊蓮娜你是查比hun咩？是，啊，但伊蓮娜當嘅是查比hun。Elena 當嘅是查比hun，Elena 你嘅是查比hun，唔是啦，當啦。面架咯，攞你本事玩。唔係，玩嘢咯。哎呀，
呢個就你裝俾得你話佢電話你。哦。你過後咱嘈個亂，米線是差米粉，米粉就是米線啊對。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